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，食肉骨溜溜，若开钱面悠悠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享受的时真欢喜，若是到负担的时，就会忧头甲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骨、头骨、骨骨第八条。较早学台语的人拢知影讲，台语有八音，就是滚滚滚骨、滚滚滚骨。那这个骨就是第八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骨的意思，就是形容杵落去，像讲杵倒，咱会讲是骨倒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皮肤真油，像讲皮肤真筋骨，咱讲是物件真骨，嘛会当讲是骨溜溜、骨溜瘦。另外，这个骨古早还有一个意思，咱现代较少用，是形容食物件规粒甲吞落，亲像讲这个圆啊骨落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筋骨，这是形容物件或者是咱人的皮肤光炎炎个骨溜。第二个词就来介绍骨溜，会当形容物件真骨，嘛会当讲是骨溜溜、骨溜想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是一面抹壁双面光，拢袂去得失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伫报纸、伫网络卖物件，看起来皮肤筋骨啊筋骨，讲话个骨溜，拢袂去得失的网友，莫怪生理拢是强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